有见近期有真侪社福机构应声以及工作人员确诊人数增加。台湾首要天团特别关注1万剂快筛以及 N95顶级水暗，和台南市社会局协助防疫需求。市长黄伟哲伫社会局长陈英基的陪同，9日来到天坛颁发感谢状，代表全体市民向天坛董事会表达感谢。天坛董事会正不正？在。今天特别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诚挚的感谢我们天坛对于防疫工作以及社会福利和社会慈善工作的用心跟付出。除了捐赠1万剂快筛试剂之外，也捐赠了1万个 N95 口罩，还有1500件隔离衣那以及还有平安米来这个提供给食物银行的受需要帮忙的这个民众来使用。这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善举。平常我们都看到天坛可以说是台南市的信仰中心之一，许多的民众都来祈求玉皇上帝的保佑。但很重要的是，除了也要人，也要神，也要神，也要人。除了神威显赫保佑万民之外，实际上的这个食物捐赠包括米，包括快筛，包括防护衣，包括口罩。这些都处处见证了天坛人民爱物的慈悲为怀的善心。感谢徐国任董事长，还有我们董事会的各位董监事大家的用心，也感谢许多民众来参拜的时候都会以公代金，就是减少金纸的使用，但是用积的功德让上苍知道。天坛董事长徐国润表示，希望透过这次的关键，带动社会上的善，和社会充满着爱。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做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善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这种善举能够带动我们整个社会，就是能够有更多的爱在充满着我们的社会里面。那我也再度的谢谢，就市长我们的社会各界，还有社会长，还有很多，还有处长也来了。除了快筛甲喙安，天坛嘛捐赠1000包白米甲面条，和台南市食物银行提供给有需要也就是有困难的民众领取。另外，天坛董事会监察人叶丰杰医师响应政府政策，特别经由天坛转赠1500领隔离衫，作为市府防疫用途。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